研究顯示，每年都有超過5萬名海外人士希望喺日本創業同移居。而根據日本經濟普查，單只係開公司，每年約有33000至35000家公司成立。海外人士移居並喺呢度創業開公司，但係佢哋對租辦公室嘅需求卻面臨巨大挑戰。日本文化與語言嘅差異，俾好多人唔願意租辦公室俾外國人，呢個讓海外創業者舉步維艱。Royal Office 有別於市場上面其他共享辦公室品牌，我哋係日本唯一專為海外人士服務嘅共享辦公室，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。我哋提供公司成立、辦公室出租、簽證辦理、會計服務，全方位滿足海外創業者嘅龐大需求。日本大部分辦公室只服務日本人，冇辦法解決海外人士對共享辦公室嘅需求。每年 Royal Office 收到1000個嚟自世界各地嘅服務查詢，導致 Royal Office 辦公室長期供不應求，急需招募加盟者，讓我哋服務更多客戶。我哋同時服務大中華、東南亞、歐美市場客戶，擁有多語言客服團隊，並通過各大平台宣傳，幫助加盟者輕鬆揾到客源。Royal Office 幫助加盟者物色物業地點、管理業務、尋找租客及回覆客戶查詢，令到加盟者可作為業主以純投資方式經營，賺取回報，無需親自管理。喺日本經營共享辦公室，無需龐大資金，購買物業同埋開業成本低至2000萬日元起，每年回報可以高達15%到20%或者以上，遠超房屋出租同經營民宿嘅回報。加盟 Royal Office， 讓我哋一齊幫助更多海外創業者實現夢想，同時令加盟者獲得可觀回報，達至三方同贏。